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3月初6公司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曹欣。咱台湾今日增加7站带病入境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另外越南通报带病入境的病例当中，其中一个患者来自咱台湾，指挥中心证实这件代志。也今日搁再增加一件个案，因为得到武汉肺炎来死亡。 台湾确诊病例佫增加一个死亡个案，疫情指挥中心初6公布，935例60多岁缅甸大伤有糖尿病加高血压病史。去年确诊伫缅甸症状转好了后出院，佫出现呼吸困难断气。今年2月初7坐医疗专机等在台湾隔离治疗，因为呼吸衰竭，继续使用呼吸器治疗。3月初1病情恶化，用叶克膜治疗，不过医院伫初5过身。 一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他的年纪也是比较大了，国内外的分析统计里面都是可以看到高血压、糖尿病都是预后比较差的一个危险因子，所以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再次感染的一个状态。 目前还有2例重症伫监护病房用呼吸器治疗，指挥中心也公布，佫新增加7例境外移入，全部拢是外籍移工，分别是2例印尼籍、5例菲律宾籍，拢是检疫期满采检确诊无接触者。针对越南通报6例境外移入病例，疑似台湾输出个案2月19日中营航空为台湾飞往胡志明市，但是中证实是台湾人。 到了越南之后，他在旅社里面做居家隔离，那1人1间房，那表示在期间未与他人有近距离的接触过。那现在还3月4日他呈阳性后，那目前仍在1人房隔离。但是中强调，这确诊者出境进前甲入境隔工检验拢是阴性，目前已经联络到伫台湾有4位密切接触者，会做 PCR 甲血清抗体采检甲相关的疫调。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韩国伫2天内表有5人自 AZ 疫苗了后死亡。 疫苗的副作用引起各界挂虑，指挥中心继续监测3种疫苗，强调目前并无发现有任何疫苗直接致使个案死亡。但是中表示，自疫苗了后，人体一定有反应，一旦出现副作用，就随向病院通报。 国内疫情转好，各界拢真关心疫苗进度。第一批 AZ 疫苗车厂到台湾，不过各个陆续治疗后出现不良反应。韩国最近2天内有5件死亡案例，日本也人严重过敏，华人烦恼疫苗副作用。疫情指挥中心继续监测3种疫苗，强调目前无发现任何疫苗直接致使死亡的个案发生。 日本大概也已经打了4点多万剂的这个疫苗，一件这个比较严重一点的过敏反应哈，不过这个并没有到休克，已经调查完毕的事件都没有发现有跟疫苗直接相关的死亡哈。 韩国自 AZ 疫苗出现1件严重过敏反应，英国150件；自 BNT 疫苗，英国有190件，美国有50件严重过敏反应。美国自莫德纳疫苗出现11件严重过敏反应。指挥官陈时中信心发挥，强调治疗后有反应症状是正常，拢影响医疗因素反应。台湾什么时阵开始自 AZ 疫苗？陈时中强调，爱等 FTA 提出检验，完成相关的报告。 那我们可能比较安稳的，就在台湾做相关的一些检验，然后再来决定因应对方来的地方的一个疫情的情况，来缩减我们检疫的天数。 但是中表示，疫苗做超过6成，指挥中心会考虑开放边境，不过疫苗护照不是选项。入境台湾依然爱做检测，目前科学证据报告疫苗护照仅能做参考，而且会看各国疫情规划3天、5天、7天等减少检疫的天数。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东非国家索马利亚伫当地时间3月初5暗时，有一架载规车炸弹汽车超工冲入去餐厅，引起大爆炸，至少20人死亡，30人重轻伤。另外，伫西亚 Syria 北部有飞弹攻击炼油厂，至少1人死亡，11人受伤。 救护车来回一直走，甲受伤的人紧急送去病院治疗。东非国家索马利亚首都摩加迪休伫初5暗时发生一台载满炸弹的汽车向港口附近一间餐厅撞过去，引发爆炸。因为当时拄好是食暗顿的时间，餐厅内底拢是人，加上炸弹的威力真大，那造成真侪人的死伤，附近佫有建筑崩落来。 iyo sodomeeyo dhaawaca sida aan tirada ku hayno oo ciidamada ammaanka isla markiiba goobta gaaray ay ummadda gaarsiinayaan khasaarahaas ayaa keenay qaraxaas meesha ka dhacay oo ahaa
mootada nooca qaada xamuulka lagu qaado oo laga soo buuxsho walxaha qarxa ayaa lagu weeraray sida aan xogta hordhac ah ku hayno。 當局嘅國營媒體報道，炸彈爆炸了後，個引發槍戰，因為伊斯蘭最近組織青年黨最近常常發動攻擊，當局懷疑是青年黨犯案，大力調查。在西亞敘利亞是發生甲土耳其邊境嘅一間煉油廠，技術和飛彈攻擊發生大火，消防隊員是趕到現場來拍火。土耳其嘅國營安納杜魯新聞社報道，當時有連續幾來飛彈飛到巴普甲傑拉布魯斯之間，其中有飛彈落地煉油廠，引發真大爆炸，所以造成一個人死亡，至少11個人受傷。今麥當局該確認是蝦米團體發動飛彈攻擊。各位新聞係宋平玉。看到咱台灣，雖然北部地區因為鋒面開始落雨，不過中南部地區最近有關暗道，可能影響產業。經濟部表示，為咗應變可化通開展，提供客客園區、佮工業區用水，這戰引起議論。王美花表明，這是萬不得已。 帶着民眾行落去來到苗栗永和山水庫上低所在，四個原本攏是沉佇水底的柴庫，而原本佇水內的樹啊，即陣也看會到啊。另外在明潭水庫遮，潭邊有一大片的土石攏現出來，水上浮白啊、甲碼頭、柴棍啊佔老懸，水位變遮低，互民眾看到地也攏驚一個。人可以下去走路。 鯉魚潭水庫上游集水區也攏真濟草坡啊！到初六暗頭5點，根據水利署的資料，苗栗的三大水庫蓄水量攏降到2成以下，其中明德水庫敢若剩10.6%，台中的德基水庫敢若剩10.8%，是歷年來上低。水情最嚴重，恐驚連產業也得咧受到衝擊。經濟部長王美花初五提出解決方案，愛科學園區也個工業園區來烏水錢。 旱災的時候，不得已的措施啦，那這個其實以前也都有這樣的一個機制。王美花強調，這是短期的應急，這水錢原本就有，只是平常時先放起來。而的確有廠商認為，烏水錢唔那難以應付需求，也可能互地質來不起。因是持保留態度，不過在南台灣，高雄宣布袂支援台南的用水。市長黃偉哲表示應理解，也強調愛想辦法來找到水源。 開鑿地下井是我們到時候最後一招戰備用水的這個部分。我覺得其實在我們以台南來講是做得到的。它應該是要怎樣去調配水量，而不至於說把自己家去鑿井。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表示，早在去年就進行前瞻計劃水資源建設，若無會比這種更加困難。盡除了生產漸變的水井來解決民生需求優先，希望說渡過欠水的現況。記者史宏合報道。 海草大公道連續數漲超過52萬份，引起關注。行政院長蘇貞昌證實，後禮拜一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會甲環保團體面對面來溝通。環保團體這邊是表示會提出舉辦類聽證會，中由新天港等議題，希望政府關心重視。 近來海草大公道連續數初五超過52萬份，超過法定勘站29萬份。面對海草大公道，一定要做行政長蘇貞昌強調，而且相關部會甲環團溝通，也成立基金保護海草大，盡全力來保護藻礁，不但現在保護，未來還成立基金來保護，而供電也是大家知道一刻都不能停。那我也會請相關部會。 持續的和民間大家關心問題的人士來溝通。環團設備也要甲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等人臨咖啡，討論舉辦類聽證會，中由新天港這議題。最重要的一個課題還是落實那個總統的承諾，開類聽證。政府如果願意展現誠意的話呢，是應該讓中油先停工。 陳吉仲在做農委會副主委期間，主管海草大業務甲環團接觸者，所以做兩邊溝通。不過有人煩惱會安尼提案，環團發聲明強調，會在19進前將連署書送到中選會，會外界唔通操作，拿嚟總結。也呼籲連署民眾在7月7日就月到店前粉紅色衫展現守護決心。 是盡可能去聽看大家的想法，跟收集大家的意見。那同時把我們理解的狀況，就是這並不是一個環境跟經濟之間的二元對立的這個狀況，而是這個兩種環境保護的思維。
仍然也派青年3剑客团团出身的党籍立委洪新汉、民进党副秘书长林慧环甲林浩明负责甲团团民间对话，用网络文宣传达政策。洪新汉强调会继续善意沟通，林慧环指出会互关心人员转型甲海草大保佑两边有更较侪对话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政府推动淡北道路拼今年动工，不过台北市北投区的里长烦恼讲哦，淡北道路建伫落去，淡水袂塞车，换北投塞车，相关配合的措施并无设计好势，所以要连输抵制，也支持淡北道路的民众讲要伫台二线采购示牌反制，禁止北投人塞车到地，这战引起双北论战。第落回礼拜六，台北市北投区大道路的车流犹原未少，上班日佫是定定塞车，这是新北市规划淡北道路的重点，是毋是可能造成淡水塞车转嫁北投？这引起双北市民的论战。会在竹围 A 挂上看板，请北投人不要来。淡北道路因为北投的反对而没有办法新建的时候，我们才会采取这些措施。支持淡北道路发起人强调，毋是要制造淡水北投居民之间的对立，只是希望争取20年的淡北道路能顺利疏解台二线的车流。北投区的里长表示，毋是反对政府的公共建设，不过配套措施无完整就要起，是无尊重北投的人。要有一个沟通的管道嘛，要跟这些里长还是在地北投市民的居民，让他们能够了解，你要个完整的配套措施啊，不是随便马虎做个号志什么管控。环评过后，我们也开了市场的说明会，然后后来再去针对里长的部分去做一个说明。我想我们尽量还是就是一直持续努力跟不管是淡水还是北投的地方做一个沟通。对新北市府提出交通改善方案，里长认为伫漂泊地本建议变更淡北道路伫北投的设计，比如规划高架引路，直接焊接国道，才袂互大道路甲绿道路交通拍隔。台北市府强调会参考相关意见和研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往来1站。官民隆重叮当抢救往来的销量，所造成往来计销大起，上济起价4成哦。学者认为，目前往来的起价明显是人为所致。都有种往来的农民烦恼讲，等到4月、5月，民众支持往来行动若消风，计销恐惊会大受影响。高雄大树种往来的农民自产自销来到黄昏市场摆搭，民众假日来采买，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农民。帮助台湾的农民嘛，这个台湾内部要自己帮助自己嘛，我们不必求外人啦。无爱要帮啊，伊毋是讲大了甲阮当这，阮就卖较歹啊。国内民众到小天企业机关也纷纷响应采买，加上连日外销日本、香港、甲澳洲这所在。无受到中国禁止输入的影响，最近往来计销起价。即阵正伫出的金盏往来，车捞全台湾批发市场平均计销每公斤是23.3，甲2月2日中国禁令发布迄天的19.1来比较，是起了将近2成。台北批发计销更加达到35.6，比顶礼拜增加4成。真的是量产的时候，那个量真的可能就是现在的市场上面的量的2倍、3倍这样的量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去化。那这个价格的这个往下修正的这个力道的话呢，可能相对就会很强。往来也未到大出的时阵，学者指出需求比供给较大，造成计销波动，必须观察后续消费力是毋是法度来延续。离家己种往来农民也烦恼，等伊4、5月开始采收，热度消退，计销恐惊无度来支持。甲先奶鸡酸啊拢出来啊，甲先迄个即摆过来。热度过，因为热度拢一阵尔。拜托政府吼，咱家己关的遮百姓安尼咧种农的遮嘛，爱甲阮帮忙一下啊。另外，有农民反映，某一项想要压价这个计销，想要俗价来收买，拍乱市场的计销。农委会已经要求业者家己爱注意，若发现恶性的竞争，就不爱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来讲2013年，本轮昨日王公路用矫情拍落，煞伫2015年互法院判刑。2017年，前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最高法院决定停止审理，申请释宪。大法官解释宪法，伫今年3月初9言诉辩论。王公路的律师团队大成演种种事项，希望会当伫言诉辩论当中，向大家完整说明原住民的困境。
2013年，暴龙总监王光禄用扣着矫情拍蜡，互警方抓着。2015年的时阵，最高法院以枪炮弹药刀害管制条例甲野生动物保育法判刑3年6个月确定。经过民间团体抗议甲声援，前检察总长颜大和搁再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最高法院伫2017年2月开庭审理。就是那时候他坐在柜台。就是很无助安尼，就甲阮讲啊，我唔知影讲是安怎拍来要互妈妈食，判3年外。我们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点吓到，然后就想说怎么会这么的重？2017年9月，最高法院认为法律限制原住民拍蜡，敢若会使使用家己制作的矫情，是限制因无多使用较安全的矫情。而且限制原住民敢若会使因为祭典等等的原因拍蜡，是无顾因的生活习惯。这法律条款可能违宪，决定停止审理，申请释宪。就是我们族人就是用一些一般的铁啦、一般的焊条来焊，就用自己的智慧这样子做。但是因为那个不是本工厂做的东西比较不会精密，所以常常会膛炸啦、走火。膛炸的膛炸啦，抓的又被抓了，因为抓的实在是太那个了。以前我们原住民本来就是狩猎，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之一，结果被他们现在被看是说我们是犯人一样。今年10月，司法院公布这件释宪案的言词辩论，要伫3月初9举行，会针对原住民的文化权、生态保育、家己制作矫情等等的部分来辩论。协助王光禄的法律辅助基金会5号举办演练，确保实际辩论时会使顺利。迄天嘛会予王光禄用暴龙族语发言，期待透过对话来予大家了解现行法律对原住民造成的困扰。记者郭碧君、曾派文、林玉凯台东报道。台南青年公园为着纪念英国的马雅各医生白色罢工，伫今日举办纪念活动，纪念马雅各医生，也感谢守护台湾徛伫前线的医护人员。教育囡仔精彩的拍鼓表演，马雅各医生过往100年纪念园游会正式开始。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郑元汉、副总统赖清德嘛特别来参加。英国甲台湾的关系，对156年前马雅各来台湾迄时阵开始，因两个人拢希望未来爱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武汉肺炎当前，台湾防治工作相对顺利，相对成功。因为我们有一群非常专业、符合国际水准，而且愿意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所以医护人员现在的训练可以追溯到过去马雅各医师建立台湾第一家医院。这摆纪念园游会拢总180担，主办单位嘛准备50颗的招待券，予台南的医护人员。表达对防疫人员的感谢。园游会伫台南的青年公园嘛有特殊意义，在地教会希望争取改名做马雅各纪念公园。伊来台湾，伊的生活都拢伫遮，伊的病伫后壁嘛，来公报社嘛，搁新行医嘛，因为伊生活伫遮吼，所以用这个公园来纪念伊，上适当的啦。目前地方的教会正咧争取公园附近里民的支持，希望6月会当有结果。记者陈嘉文、罗伟哲台南报道。观众朋友，咱来关心明仔载天气。北部15度至20度，中部17度至26度，南部20度至29度。东部这边20度至25度，外岛地区12度至19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气象。
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